Hello， 大家好，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唔知大家平時咧去餐廳食烤魚啦，或者類似嘅產品嘅時候咧，有冇飲過一個產品叫做沙棘汁咧？其實我自己咧都非常中意飲嘅，因為覺得嗰陣味咧酸味味同埋幾開胃噶嘛。但係原來咧俾我發現到呢個沙棘汁除咗可以飲之外咧，原來可以提煉成為一個健康產品嘅。呢一個就係顯聲體健嘅高原野生沙棘籽油啦。佢裏邊嘅成分咧，我見過啦。佢係100%都係沙棘籽油嚟嘅，冇其他雜質嘅，所以食落都好放心嘅。同埋原來沙棘咧，唔單止對平時對腸胃好喎，佢仲係對心臟好啦，對血管好啦，可以改善肝臟嘅健康啦，呼吸系統強化啦，又可以修護胃壁啦，又可以增加免疫力，仲可以抗炎同埋抗氧化喎。你話沙棘咪好犀利咧？有興趣了解朋友，記得嚟到我哋顯聲體健嘅攤位 F18，我哋約定你。到時見。顯聲體健高原野生沙棘籽油係由中國山西高原野生小果沙棘嘅種子提取，適合3歲以上兒童及成人、年老及體弱人士、三高人士、免疫力低人士、時常外出用膳人士，因進食太多不健康油脂及糖分導致身體慢性發炎，想保健抗衰老人士。現時市場零售價格係378蚊一樽，健康博覽優惠價320蚊一樽，仲有買6送1、買10送2嘅優惠，千祈唔好錯過啊！